1949年兩岸分治了後，雙方封閉嚴密。1969年發生第一件劫持軍機來台灣的事件，當時咱的政府重金獎勵，加上對中共的不滿，結果起引着對方未少的飛行員起義來歸。像軍界上懸的孫天琴摕到黃金7000兩，也有吳英金摕到5000兩，范元艷摕到4000兩。前後16個飛行員發出的獎金高達5萬兩，這次計是超過10億。1993年是中國民航機劫機來台灣的高峰，一年當中竟然有10隻民航機被劫持飛來台灣，一直到台灣認定劫機是萬國共罪，停止對劫機犯特殊的待遇，兩岸天空才慢慢平靜。遐當年，互看作是英雄的反共義士，來台灣了後有無共的人生的遭遇。咱就來看迄個大時代的故事。一架中共米格17飛機在中正國際機場上空破雲而出。我之後，相信會有更多的夥伴朝着我飛行的方向，朝着這條航道飛向自由。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了後，中國的戰火嘛無停。歷史上講第二階段的國共內戰，掀開兩岸人民無共的命運。1949年，國共內戰爆發，大陸淪陷，蔣介石被迫撤離到台灣，將大批的黃金和營養以軍艦運到台灣。遷台了後的國民政府拍拼發展台灣，打造復興基地。西舊舊各個年代，兩岸分治封閉嚴格，不過差180公里的海峽，所無法度阻擋人民對對方的思念之情。民國49年1月12號，一架中共米格15軍機首次投奔自由，不幸機毀人亡。民國50年9月15號，邵熙彥、高佑宗駕駛中共民航輕航空機，利用噴灑農藥的機會，飛到韓國濟州島投奔自由成功。第三起，民國51年3月3號，劉承思駕米格15軍機，利用練習的機會投奔自由，飛到桃園基地。駕軍機來台的這個部分呢，它其實原因很複雜。那當然，第一很多人會說是因為這個中華民國政府這個用重金懸賞，但是其實當然。跟大陸在建政以後，它一連串的這個政治運動所造成的一些影響，或甚至於往後的一些這個後續的影響都有關。197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歡迎進步、自由民主，豆豆成做當年台灣的形象。中共軍機劫機來台事件嘛愈來愈多。這位駕駛起義的反共義士叫范元彥。他是四川人。1977年7月7日，范元艷西美架戰機為福建靖江機場出發，直飛台灣導向自由，在台南機場降落，創下歷史時刻。大家來講，台灣有那個5大自由、3大保證，不殺不鬥，既往不咎。我就是這樣，同大家一起，同台灣的同胞們在一起，貢獻我自己的一切力量，甚至自己的生命。來台了後，未輸是英雄同款紅表揚。范元艷脫離中國共產黨，加入中華民國空軍，頒授忠孝軍階。當時總統嘛親身接見。為了紀念此事，政府甚至創作愛國歌曲《飛向白日青天》。為了真自由，為了向人權，托起無形之臂，飛向白日青天。中國大陸的所有的人民都記得共產黨的暴政，這個事情可能繼續還會增加的，對我們來說是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歡迎。駕機飛到韓國投奔自由的中共空軍飛行員吳榮根，今天在漢城公開露面了。1980年10月16日，中共飛行員吳英金為山東出發，在韓國降落，在10月底平安到台灣。今天來到自由祖國的殖民地台灣，心情是十分激動的。在這裡，受到了全國人民的熱烈歡迎。很高興能夠跟你見面。那麼，我想剛才我送的這2張唱片送給你聽呢，我知道在大陸上很多人
好像很難買到錄音帶，所以這兩張唱片呢，我不但是送給你，我也希望在以後將來全大陸都可以聽到這些歌，好不好？謝謝。在民間來說的話，當然有聽到這個大陸的這個軍機起義來歸，也是很高興的事情。甚至於我印象中，第一架成功投誠的這個米格15戰機啊，他們還特別把那個飛機啊從桃園拖到台北的中山堂前面來展示啊，就可以了解到當時這個政府到民間上上下下對於這個有這個解放軍的軍人起義投誠來歸這樣的一個喜悅。民國72年8月7號，孫天琴駕駛米格21戰鬥機，由大連飛到漢城 K16基地。1983年，中國解放軍的飛行員孫天琴率軍機到南韓，創下共軍歸順來台上高級的軍官。他其實就是因為在他整個飛行的過那個生涯過程中，受到了非常多次因為政治運動而讓他停飛、復飛、復飛、停飛，對他不管是在飛行的這個生涯的這個規劃上來講，都變成一個完全沒有一個安頓的一個環境，心中有那個不平而決定的就離開大陸。親愛的大陸同胞們，請注意，中共飛行員王學成駕駛米格17型戰鬥機投奔自由成功。兩岸對立，為了打擊對方的軍心士氣，除了心戰化為馬下黨本。當年以孫天琴7000兩的黃金上座，過來還有吳英景的5000兩，還有還原店的4000兩黃金等等。為1960到1990年代，攏總16個中共飛行員，13架飛行機投向台灣，政府前後本的黃金獎勵就5萬兩，照當時的市價來算，超過10億新台票。在那個時間點，中華民國空軍呢，在台東呢就成立一個假想敵中隊，專門研究中共他們的這個戰術戰法和飛機的性能。那這些東西的話，對我們來講的話，這個研究或飛行，或者是對我們的戰術來講的話，那就非常大。上腰拐腰，這架飛機是當年1977年范媛彥從福建的晉江機場飛到台南，在當時的話，在中國算是比較先進的這個戰鬥機。國軍替咱拿導覽解說，共咱講過的是蕭天頓。36年前，伊就是人講的反共義士。我當年飛到韓國的，就是湖南邊那架0195，那架李顯斌那架同類型的這個飛機，對，轟炸機。投奔自由的駕駛員蕭天潤，在脊椎骨折斷的情形下，仍然明白表示他投奔自由的意願。1985年8月25日，蕭天潤駛轟炸機歸順台灣，不過燃料用完，不得已佇咧韓國的產地降落。伊受重傷，經過特別1個月治療，才放送來台灣。當時因為隨着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隨着一些我們在軍中的一些產生了一些問題，當年那麼一個環境，我父親走的時候連一套像樣的衣服都沒有，最後還是拿我的軍裝給我父親穿上，可見當時那種社會，那種制度，我無法忍受下去。離開故鄉，佇咧台灣定居的蕭天潤，一直踮佇咧空軍服役，一直到2010年驚退。不過從此無法度閣駛飛行機，所成做伊一生的遺憾。到台灣了又不能飛了，這完全是我們的意志被摧毀掉了。我一個飛行員說聲，你這個對我來講，這個打擊太大，所以我當時我選擇的這條路，就是在軍中好好的做下去，來做一些有益於兩岸的事情，不是對抗，而是要朝這個和緩的方向去發展。他來這邊以後，他是我們自己人啊，他是唯一一個一直都留在空軍，然後退伍完了以後，他還在教導這些情報啊，擔任這些老師啊，然後給學生上課啊，他的貢獻非常的大。時代無奈，充滿勇氣的決定。蕭天潤佇咧台灣度過無法度回頭的後半世人，不過行過這回，心內原來真感慨。厝佇咧倒位，出現兩個答案。再有第二次，你還不會重來，我都不會，打死我都不會。那您過得好嗎？這37年？我很好，我很好，我
有一個幸福的家庭，我有太太，還有小孩。我來台灣30幾年了，台灣是我的第二故鄉，我很感激，啊，但是必定你要說思鄉的話，我的家還是在大陸。當時啊，大陸的這個福州那邊的這個戰機啊，來台灣實在來得太多了。它其實就裝設了一個，我聽說哈，那個叫做一個電子控制系統，叫12號系統，就是當飛機哈那個飛向台灣的時候，它的這個電子系統就開始啟動，然後對飛行員提出警告，如果你還繼續往前飛的話，那這時候它的這個電子系統啊，供油系統會去自動切斷，借由機械裝置來控制飛行員啊不叛逃來台灣。1989年9月16日，中國航空兵蔣文浩開戰鬥機為福建出發，佇咧金門機場降落。這是上尾一架解放軍西飛靈機來台個案。不過民航機嘛發生劫機事件真濟屆。漢城刑事地方法院，也就是我背後的這棟建築，在當地時間7月18號的下午1點鐘，正式的第一次公開開庭審理6億式奪機投奔自由的案件。1983年5月7日，杜忠仁、強紅軍、高東平等6個人為中國中亞民航機佇咧韓國降落，投向自由。當時6個人佫互人稱作6義師。在那個時候已經很確定一件事，基本上劫機者在國際上是被視同為恐怖分子。但當時因為畢竟還是處於反共抗俄的這個那個高於一切的年代，所以當時最後政府就決定了，還是把他們引渡到台灣來啊。違反國際反劫機公約，經過韓國1年3個月監獄生活，6義師請領到台灣，摕到1000兩的黃金。不過後來杜忠仁因為投資失利，選冒險還綁票利票案，被判刑處決，結束意外結局的人生。這是中國南方航空公司310武館航班，飛機被劫持，現在飛向要求降落在桃園機場，前指揮我們。當飛機接近廈門上空，大約11點15分，乘客中有人拿一瓶硫酸威脅飛往台灣。中共北方航空公司飛機正緩緩地駛出中正機場的戰備跑道，那麼結束了檢察官、警方和航站人員4個小時的忙碌。而過去7個月來，共有7架客機、中共民航機被劫持來台灣。1993年，台灣海峽的天頂出現中國民航機的劫機潮，一年當中就有10件劫機來台的事件。台灣國防工作是劫機天堂。民國76年，我們政府開放探親以後，其實在當時給大陸民眾非常大的一個衝擊是怎樣？我們從小這個教育我們要解放台灣，結果現在人家回來的人都過得比我們好很多。再加上那時候他們其實還有個概念，就是劫了機到台灣去，搞不好可以受到英雄式的歡迎，也可以改善他在大陸生活這樣一個困境。所以那時候甚至於劫機的人裡面還有很多是全家一起來的。1993年，台灣政府公告劫機行為是萬國公罪，從此以後，兩岸天頂漸漸啊平靜。1998年10月，中國國航905號的班機劫機事件了後，無國發生民航機紅劫來台灣。第一，兩岸的這個生活水準也逐漸接近。第二，其實大陸也為了要留住這些飛行人才在這個解放軍中，所以其實對這些飛行員的這個待遇啦，還有這個整體生活環境跟生活的穩定度上面來講這個也非常着力在這些部分。沒有那個國仇，也沒有那個家恨。現在在這邊來講的話，我們只要是安居樂業，我們只要過好我們自己的生活。我們不希望打仗。事實上，軍人呢應該是最反戰，因為軍人知道戰爭的可怕。隨着年紀一大，這個慢慢的有一種人家講的落葉歸根的感覺，所以我很希望，如果說有朝有一日可以回去看看，對不對？畢竟當年年輕嘛，做出來的這些事情，如果不能原諒，那只有帶到棺材去了。當年劫機來台，請讓航空做是反共義師，即嘛是滿滿的思念故鄉之情。這是人生的選擇，所嘛是時代之下的無奈甲悲痛。功過是非，有想會當論斷。